各位听众，欢迎来来宾来福建的节目。这个礼拜几个故事真正惊，因为英国中到底 ENO Hotel 不是 ，sorry，EN Tut Hotel，未使讲嘅名 EN Tut，到底 EN Tut 的演都是聽講嘅電推有貴誒，我講聽頂之時我把它去一個 wedding 嚇，因為是去一個我一個 mansion 嚟去嘅 wedding 啊，到啲 mansion 嚟樣講 ，what would a mansion be without ghosts？ 嚟講 ，so there's it's haunted 嘅，嗰啲人是用嘅 ghost 嚟做廣告。So 英國中歡迎。大家好，大家好。英國中是到啲邊兩個當今之陣？伊邊兩個經第一度嚟好得。Ian Tut，แล้วสิก็marzipan สินเจียวจีเจงแล้ว大家好，大家好。แล้วที่เจียแล้วแล้วสิก็น้ำใสมันเจียช็อกโกแลตเหรอน้ำใส我看到你เจียช็อกโกแลต我都個頭尾我看到你頭尾頭尾แล้วก็จ้ากง歡迎大家好，嗱น้ำใส是做貴南西後尾就啲巴黎買啲貴嘅花，後尾就是嚇，一時間就係貴嘅花，因為一時間看貴嘅數嘛。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เรา學這英國調我未懂意思，後尾係講英國調。好啦，我唔知咩事啦，這邊我上次嘟會貴，差亂咗啊！嗯，哦，對啊，而家就淨係講啦，你話而家伊對貴成實知道定起啊伊。喲，我咪冇人在嘛英國調啦，英國調，伊講你，我有可能是迄個貴，定起。我哋因為有時貴差亂嘅。就都掉隻腳掉，好，貴一個。我隻腳啊，我先講下，即係是正樓，你會看到貴啊？未，暫時未。暫時未啊？你而家可能細限時 frequency 加嘅是，maybe 有看到我都唔知。哦，是講冇去拉薩，冇去景點。但係明年我去嗰啲，明年我去嗰啲即係講古早 Second World War 嘅 concentration camp 啊。哦，我去看呢啲物件。你本小暑假咧成個玩下條。我去看啊，甲人講緊咗啦。好。แล้วมวยlast week 嘅你估嘅時候，我看到 last week 嘅估嘅時候，英國中你看到 last week 嘅估嘅時候，應該冇啲到到 internet 嚟。之類我辦對 Google Plus page 啊，我冇看到。我未你我未辦過啊，你 show 我 lock 然後時候未辦過。都 in 2 weeks 嚟啊 ，2 weeks。不過你看我 highlight 嘢，你鬼嘅變出嚟㗎啦，佢嗱你。哦，係你冇看到。但係 picture 嘅。你講下啫啦，你 coincidence？然後人腦個 connect 一 dot 㗎啦。是人嘅人 human 嘅目睭甲人嘅 brain 啊，是 evolve。你找 pattern，然後第件掉嘅 pattern，人找是變嚇，內目睭一個鼻孔，一個嘴，所以呢真正 simple 嘅 pattern 呀，你會看到啲就是嘅啊，你看。Cloud，在你 web 你看到啊？你看嘅呀，你看啲，你主角嘅時，你看，你就會看到內目睭，一個鼻孔，一個嘴，所以。真正用啊，看到安尼款嘅面啊，係咪啦？未怪啦，安尼濟人看到 Jesus 啊，看到 Mother Mary 啲嘢都是。特別迄個黑色嘅面，你只驚嘅黑色嘅面，甲惡那邊上咗呢邊下看到嘅，成個你後尾係一個咯，你有聽後尾你冇 feel 到你 miss out 人哋最 fun 咩？你冇。即係有影啊，特別你有看到我小英伊個電推啊，伊個會電推我講你聽，我巴魯甲對來去食咩？
这个围落甲我的亲戚甲了，亲戚甲了。我有一个 cousin 啊，我就一个 cousin 做工这边的啊，做工伫伊的那个啊。哈，然后伊伊啊，了伊讲我听，有影啊，伊的电梯啊，有几个啊，有人讲啊，顶摆趁啊，伊的电梯袂用了啦，伊是互人看做水尔啦。袂叮当啊，袂去落啊。伊互人看伊古早的是安怎款啦？内面有插了无 button 的，有一个铁的链的物件，了有特别有一个 operator， 有一个人徛伫边规日起落，直每人你要起几楼啊？第3楼啦，是第2楼。了伊有一个 operator， 伊要互人看水尔啦。特别啊，有人讲啊，伊也未修理的时啊。有人入去那边啊，会拉萨上个有别人伫那边。哦。唔是。你想唔是家己一人哈？唔是家己一人啊，有到啊，有人2人3人入的时啊，三人本来讲嘅啊，有7人有别人伫那边。哦。所以我就 curious 啦，所以昨暝12點人對來。一隻話啦，然後12點嘅時啊，我透出去啊，我跌咗了一小 egg 啦。我直直等嗰邊，我直直等，想講我要看到物件啊，都無物件，我都無看到半行。我未拉沙半行本啊。你有買看啊？呀，嚇！了我家陣講一項啊，伊講啊，啲嘢，啲大陸啊，啲 gift shop 嚟嘅，伊講 gift shop 係啥物？伊係誒 souvenir 嘅 shop 啊。哦。真正濟人有看到啊，一個日本嘅查某。哦，穿kimono嘅啊，穿 kimono 嘅。係咪食？啲鏡啊，啲電視機，啲伊個 gift shop 入邊，因為日本嘅點先係事啊，伊個no伊個日本伊個日本搶起來伊嘟啊，用。officers 係 officer mask。哦。了，伊人本有掠把你成個阿摩人啦，若是 collaborator 啦，甚至伊個長人若是 collaborate 個主角啊，伊人掠到伊去多做條病啊，就是多做啲嘢。了本伊個日本係查某，日本查某啊，伊人講是怎講啊？geisha。去做伊去 service 日本嘅 officer。哦。and then 我講咧，但我冇垃圾半行啊。伊無，你無阿妹還是無聽到啊？英國的，お願いします。お元気ですか？英國的ですね。我若是聽到你看啊，我叫伊去坐我sushi去夾互我 sushi 就食。我跳舞你看，跳沙姑啦，沙姑。入定外師啊，直頭。哎呦，你看安尼地，你南西你不到去檳城嘅時，你都要去醫院度嚟啊，去 feel 下。醫院度呢隻 history 特別有誒。有時特別有在無內面個了是因為你就有啊嘛，班嘅伊內面嘅用啲咧。嚇，你看到就在有啊？啊。你看到你小英就在有啊咯。你小英有嘛？你是感覺到啦，你冇看到成個邊啊？上面啊？看小英未穿開哦。哦，哎呀，that means 有啦，that means 有啊。that means 有物件啊。有物件咯，想有淡薄 pressure 咯，你看到哦，你有 feel 到迄個 pressure 了，無咩會穿開，就有迄個事。咁你看下。我老實講啊，南西，我老實講啊，你知啊，我無相信過啊，特別你講啊是對啊，你入去那邊伊個電梯嘅事啊。伊個安怎講啊？像個 rebreathing 加即個有味淡薄嘅味咯，你垃圾像個冚起來。協調呢嚇。協調嘅了，你 breathing 都無安尼順嘅，你 breathing 像個有淡薄重了嘅。
哦，對，我等咧。哈，那邊是鬼嚟啦，韓國中。啦，我都唔知，我都冇驚。你免驚誒，免驚誒，鬼就唔是特擺係嚇你誒，嗱，是往基寶家己驚咧。我就係而家咧 barometer 嚟 check 呢邊可以 atmospheric pressure A 哦。誒，冇應該 check 嘅咧，係咩啊？叫做咩啊 ？EV 唔是 EVP，叫做咩啊？你 magnetic field 啊，係咩啊？magnetic field EMF electromagnetic field。electromagnetic field 啊，伊會 feel 到，你 either 是伊是正電，有成個電嘅 source 啊，有咧使講你 transformer 上面，伊會 radiate 一隻 electromagnetic field，或伊是，但是無嚟講咧，你別 explain 你邊啊無電無波行咧，就是講是鬼嚟啊，伊人都係鬼。有一項吹鬼嘅人用一個真正 sensitive 嘅temperature gauge。較 sensitive 嘅 thermometer 嘅，伊人講啊有鬼房間有鬼嘅啊，你會 detect 啊，淡薄 temperature drop 嘅淡薄。哦，你即係裡面係有零嘅呢？冇啦，即係規間即邊是邊零，邊睇到過啊。哦，誒特別，因為零氣本身就係咪零氣本是淡薄咗啊。哦，夠零嘅。特別你有流白油哦，你入去，你有流白油，有 feel 到啥白油淡，你白椒淡啊？冇啦。特別你是 feel 到咩？你是 feel 到成個只 claustrophobic 呢？只暗嘅呢？係啦，特別因為伊安尼舊呢，伊是，係咧是，隔了啲那邊伊個隔了是新嘅，是伊個電推呢，伊人鬧。伊人留伊和 heritage 和人看呢，隔了別行隔了是新嘅。哦，特別新嘅本嘢啊，伊個地啊，伊到底面地，伊個幾本嘢，會到邊？伊個 rotunda 邊，伊意思邊？rotunda 住咗幾邊啊？就係冇你講話，你講細聲啊，別人會聽到嘅啊。冇啦，意思你對面你確伊咧，伊懂乜呢？แล้วลูกน่ะสิบอกก่อนเสียแล้วว่าจิบเขียแต่เขาเซ็ง嘅但ว่า哎呀我想講哎呀ไอ้นี่เจ人講話แล้ว在那邊這邊就冇過人我講有鬼字啊借鬼講話你看呢哦有可能伊鬼講話啦你記聽到 amplify 啊伊鬼嘅聲係啦我會寫一個鬼嘅故事俾所有人等得要等得一位哦好 Ghost whisperer。這人聽到鬼講話，以上講頭先是把你 gas 出邊，特別有一時鬼。我在阿妹只路你國中，去睇先，你叫哪去睇先？係咪叫另一個啫？誒，嗰邊呢？你我伊個一個海入邊。有啊，咪鬼物件，嗰邊，因多咗人嘅位咧，多咗人嘅位特別有嘅。有啦，特別我都唔知啊。南西去或者，去做咩？去 detect 看，係啦 report 啦，邊啲學見 hantu report，hantu report。誒，我問下即係加工咧店就是無地嘅，嚇對，因為一隻店就是講無地，有地是想搬厝嘅。我聽你啦，我聽你啦，我無講，我冚 mute。你咪錯。我走去夾我嘅龜甲出來。哦，你啲吹龜甲呀？我吹了下，我夾出來，我根本咧要差嘛，我下直接，你知我人講話講到9點阿妹都記哦。會記嚇。我係啱講啊，見知是唔是9點個了？你知唔知我 that day 啦，咱個 record 只久嘅時，我放咧個 more than 8 hours 啊，8點正確嘅啊，咱講。你講而家就多啫哦。我看時咯，我亦看時都講咧一日咯。我暗暝我無垃圾，想講下晡日頭嘅人真有垃圾咧。嚇！
講個 Apple 去，哦，笑嘅好了。我美國講咩啊 OK，南西，來講下你特擺時你是當佢最近是做南西先生可能梅嘛，因為最近我俾梅你自己嘅經驗你俾 share 定得冇嘅就 share 掉。哦，講過。我俾梅你，即係我梅你成你那時候啦嚇，特別我俾梅你咪是接行教咯，now。你接行教嘅時，你感覺有蝦米清楚，還是你有成日去對嗰啲有蝦米清楚呢？你接教過啊是？因為我捌成日行教嘅人，會看幾個人係樣有啥樣有成日去替人念經啊，是看人厝啊，有蝦米垃圾啊，แล้ว是人看。再去做成個 investigator 可能本啦，แล้ว你個 continue 做呢物件？冇啦，好似男冇做嘅嘛。你是朋友咁樣講。朋友梅話加講了咯。你冇 because 我聽人 last time 我哋 church 人嘅時講，伊是一隻 gift 嚟嘅咋。啊，一 gift 嚟是，關鍵一 gift 嚟。嚇，所以你特別我不要去掠啦。哦，特別你使講下這邊有咧叫你 professional 嚟掠 Ghostbusters 嚟掠。哦，我夾夾起來，這邊我去掠。特別唔使去掠嘛，甚至伊無得罪人，伊無做人，我去掠做咩？對唔對？對。特別你明白啥？這世界就是有下面日本有嘅嘛。你去 church 時看到 church 一隻，我聽講。這啥？樣想。可能。伊安怎會坐呢種 church 嘛？那伊無驚，你知哦？伊毋是鬼，伊毋是不咧歹嘅鬼啊！伊樣是實際去 congregate 到底下邊 ，because 伊樣有 peace 你知哦？有只，伊有感覺就成清。有嘛有啦，這是無驚嘛，有嘛有啦。意思講，唔是這大條是無嘅嘛，這是有嘅嘛。上個你暗嘅你血嘅暗啊，本是上我嘅啫。暗河口聽者，暗河口。妖，我到底這個是。嗱，念經。我就是聽。樣是甲聽你經念經啊！啊，念經，樣是甲聽念經。像人嘅厝迄種放念經迄種，你有人學到咩嘛？唔是咩？哈，你樣本來聽下。啊，別使就使厝我，別使學到咩？人個電話條係咩啊？條尾。大媽你講嘅啊，大媽你講嘅嗬。講係你 gift 啊，大人都有嘅，你知哦。咱大人啊，本是本有這個 gift 嘅，知哦。啊，你是 gift 叫做咩 ？Gift of the third eye gift 啊？無相嘅 gift 啦，特別伊無 activate 嘅嘛。哦，成個 iPhone 嚟啦。成個你 iPhone 啊會 activate 會 call in Apple server 個了。啊會 activate 啦，咁講大人有嘅知哦。哦，你安怎個 activate 呢？無相啦，哦，念經哦。哦。念經，你係買哦？switch off 嘅，switch off 嘅，switch off 嘅。你講掉住，你講掉住。我講正正嘅，有啊，我無騙你嘅，即係講，唔是講賣是係咩？特別你唔使講，伊唔是講特刀 automatic 開掉嘅啦。你成個 faucet 呢？係咩咯？無講。我不要再搞你。我哋應該掉嘅邊度好似啊！應該掉嗰時就 feel 到真正好笑，成個哎呦係咪？你 OK share 你 feelings about 鬼？我唔是好笑啦，特別。人要相信係咪是人嘅事啊？我無插啦，人要相信係咪？我知是。阿妹是你爸是就是啦，阿妹。妹是我哥。你哥 OK，你 travel 係你哥。你快。你爸叫咩辦咧？我係哥啦，我係規嘅騎頂大這邊都知無死嘅房間。哦。所以你即係病咁，我係抹個掉啲嘢對面嘅房間，然後個落去過嗰個內房間。無，我是講，你要相信係咪？你相信啊？特別我家己我知較濟嘅ghost experience 有
把你 explanation。有 psychological 嘅 explanation。Sorry 啊，我唔知福建話。嚇 psychological technical 嘅福建話我唔知啦。特別啊，我想到個別行咧，我會記我細漢時我去聖莊啲哥倫布我去學時，我聽到啊有一個priest 係咪？神父是宗教嘅神父啦，啲個幫嗰邊啊，伊一人呢，啲規個 Southeast Asia，伊一人呢有伊個 papal authorization 啊，做 exorcism 哦，掛龜嚇，了啊，伊真係無用啊，只是機器啊。你要做開幕看伊，你未看到我知，我有一我係個上個介紹啊，一個福建嘅國家啥上嘅歌，伊嚟等伊出 Unify 嘅歌係係啊，伊聽到一個你講係咪係 priest 係咪？神父，伊聽到這個神父啊，趕鬼嘅，伊講我聽啦，伊真係無用啊！你要做 appointment 要看伊啊，你就要等2、3禮拜才會看到伊啊，伊安尼一工一過啊。了，我聽到伊是因為我有一個朋友，我唔是我無間安尼親嘅啦，即係。朋友啲我係 class， 伊無條啲無來學啊，伊是吉林亞嚟，喺學校無來學堂，伊真正久無來學堂，了無條啲對來時啊，伊無上去了啊，伊點嘅無參加人，教話人伊無上加，伊無上就死了啦。伊就久無來。幾點啊？安尼久 ，OK。แล้ว點解是無上了？慢人聽到啊，伊入鬼啊，伊去幫助啲嘢，即係人講嘅啦，我唔知準啊唔準。伊你知無啲紀錄片啲嘢那是有一個大老嘅章啊，個特別有一個紅嘅係咪按怎講啊？紅光嘅呢啊？即係個紅光嘅，伊去幫助啊。伊去幫助入面了，強調了人講伊入鬼啊，是入大刀啊，是蝦米啊？然後伊去做這個神父咯，神父啊，伊去做這個神父啦，伊神父 exercise，特別 exercise 了，伊無上啦，伊淡薄無上啦，伊好了啦，特別 still 無上嘅 normal 咧。哦，哎呀，超標咯，係啦。或者人我知我家己捌伊嘅，我家己捌伊。特別你看到伊看完只變去。只變去。特別我睇到我大漢嘅，我對想就。Maybe 是 psychological。伊有蝦米成個 psychosis，甚至是 schizophrenia。特別我看咧 TV， 我看咧 show 啦，係啊，我唔知咧，樣你 priest 啊，樣唔是干那做。伊成個樣，伊成個伊個係paper authorization to exercise 鬼嘅嚇，樣唔是樣特別讀啲 psychological 嘅 courses 係咪咁樣啊？伊人有呀，哈你是有呀，哈你是做。樣特別想 rule out all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咧，樣介紹 exercise。伊人佢了本是 qualified 嘅，就冇 medically qualified 嘅。伊人有 psychological degree 佢了 qualified 嘅。因為邊啲特別去問係一種嘅人啊，時候看樣嘅 explanation 嚟講係咪物件無相，係咪是 outside of the scientific explanation 咯？咋？我唔會知啊。你捌你 priest exercise 鬼啊？我唔捌。幾捌嚇？我唔捌。幾捌講？你來這邊我來講話個你。來，我咪問你鬼物件來，你佢本來學緊。你請伊就來。伊人真正掉跌嘅啦，伊人無時間講嘅，係是咯，樣真正掂嘅，樣真正濟人啊，even though 你唔知講樣會掛鬼嘅本咧。
有冇出去講咧？人叫人講伊笑嘛？冇，人只 professional 咧。點解我咯？只叫人講我笑嘅。哦，你捌驚啊？南西你捌驚？你是唔是？你細漢個大漢？呢幾年加濟人仔呢嘛，正擺細漢我冇跟人講嘅。哦。我入去加 start 八濟人咧話做緊。大家會接受呢？較會接受自己。八濟人唔是接受講八濟人，原來都本是安尼款嘅，本是相 feeling 嘅哦，原來我看嘅是相咁樣，慢I'm not the only one 咯，就係。哦，你聽到嘅時，你細漢甲大漢時，你咪是你感覺到你自己，哎呀，死你自己一人，嚇，所以你就 lonely 呢？本唔是啦，我早細漢時候講特人甲我相。哦。你會叫我甲我相嗰啲，有時候要去甲中學，看唔是哦，相甲唔是特人甲我相。哦，你細漢嘅時，你厝嘅人有安尼目睭哦？我下面我爸有，我爸無講。哦，嚇無講啦，你下面我就聽人講，我較只是講伊厝較只，就是你會看到你較只厝內人誒，你爸寶啊較只。我下面我爸咯，哦是。我爸無講，因為看伊出嚟嘛目睭。嚇？看我你？我你？有藍色 earring 嘅。我係無話，我係。你白照內邊有藍色 earring，寫牛嘅白照啊！我買看到。等陣我見我係冇，嗱你看人家掉，看人家掉，唔是看到鬼，目睭成個鬼。哎呀咧，我講啊嗱鬼啊嘛，等看我，你看我，我病到了。我你目睭一邊大一邊細，得應看嘅。嗱看我。咩啦？兩人嘅目睭白咧，應看咧，兩人目睭真正暗嘅，真正黑嘅。冇有咧，我爸目睭是，我爸目睭有一個 blue ring 嘅啊。哦。咧有咧是目睭一邊大一邊細。我目睭一邊大一邊細嘛，嗱看，一邊個細。你若是看到一個白嘅顏色啊，你嘅 cholesterol level 上懸。啊，等我看。咩？你若是看到啲邊啊，伊個烏嘅邊啊，有一個白嘅ring啊，你嘅 cholesterol 上懸了。哦，我特別去食，因為我只是個食不會物件。了 ，OK。學堂奇怪哦，咋坐學堂哦？學堂你知係咩數坐？我聽人講嘅是講，樣那是伊個早起真正坐一個陽氣啊，陽氣就是一個 positive energy， 是 positive energy 啦。是 bright energy 啦，所以 positive 啦，唔好是叫 positive energy。แล้ว咪好像 suddenly 就崩屋咧 boom，咁咧 positive energy 變做 negative energy 嘅啦，曉得就變做陰氣啦。你下邊幾多直接時間去入邊 congregate，because 伊人 energy positive 嘅 negative 係強嘛，แล้ว伊無人嘅時，伊人較應 exist 喺入邊，較別想差亂嘅，佢就亂嘅呢，啲 positive energy 就亂嘅就。點解我學堂是發生 crystal 是第一啊講第一厲害啊！第一響嘅是貴學堂嘅了本在，佢間嗰時是6，愛幫學了誒，about 6點幾，特別個愛落雨嘛，แล้ว貴嚟天河上加7點幾愛暗嘅了喎，特別我未幫學過嘛，因為6點幾啊嘛，特別愛落大雨咧，coming 落大雨誒，所以迄間囡仔部咧。是讀我囡仔部常是讀我袂記啊，囡仔部讀我去別班，然後佢看有一個長人大埔咧就讀我班誒，所以這兩間哦就是上一個時間哦，因為我嘅 toilet 查某 toilet 啲樓頂，啲2樓，大埔 toilet 咧啲ground floor，特別兩個是上嘅啫，一個 ground floor，一個 first floor 啊呢。頂面嘅係接咗啦，係頂面嘅係頂呢，特別上一個位嘅。所以把一幫學嘅時候，我就聽到風聲了。有人講隔壁迄間囡仔部我本白的嘛，伊講係咩咩，看到鬼哦，我講到。了我嚇，安尼樣，了後尾了，個講另外我班嘅一個大波，伊說迄班嘅大波，一定來迄間大波吼，伊真啊相信，伊響念經，伊就講迄個布啲嘢，伊是真係 strong 布啲嘢嘛，所以伊響念經嘅，所以伊對來吼一點點坐喺邊架，伊無講嘢。
伊本无講真驚，特別囡仔波無看到囡仔波無看到伊個啦，所以幫我迄囡仔波是甲我上巴士迄度，我上次巴士過來，school 巴士，所以我當 school 巴士時吼，有影你講伊無看到鬼，你無相信咯，伊會變咯。插龜格，等陣我看到插龜格。有款咯，會使變。喲，好料咯！我看到嘅，白白。哇，好食！嚟下我看過到嘅，插龜格我看到了嚇。有見落到拔到落卡多。哇！喲，好食！hai chợ mày. Mấy mùi. 哎呦，家公，你大啲得咯，我俾嚟除咗咧。你本身嘛是貴啲嘅喎。好啦，到底邊個係啫？家公，把啲嚟真嘅冇接病啊！依真係愛食貴價嘅講。等到堆利是啦，等到堆利是你咪嚟咯。家公，我把啲啦 offline 時教我做，我俾做。我 send 好咯，我教你安怎做。特別跟你講啊，阿 John， 你條愛agak啊，我抄過。我曉，你自己淡薄 adapt 淡薄啦。我曉，我做只我曉。係啦。我教你，你有做學龜嘛對？我未曉，我不看過人做呢。你 agak 咧學龜嘅 consistency。哦 ，OK。OK，等兩講後先，我叫佢按照後先，我講後頭。搞得正。嚇，你南西講入去講咧，你講冇看到。你見阿婆。見阿婆。有影是。你冇相信乜未嚇？未相信乜未，因為吼，你看阿個啦，伊卡勒加白黑色嘅蛋。卡勒加黑嘛咁好。伊邊是青嘅。After I think 一看咧 ，after about half an hour 嘅時間，我解白當巴士嘛，我看到伊邊哦，有影half an hour 咧，伊邊嗰是青嗰度，咧伊講是安怎看到咯，伊咧就是伊成暗天咯，你愛幫我嘛，你就走去袋咯，走去袋無人嗰度，我袋咯一排可能啦，normal 啦，一排可能可能咧伊一間咯，咧你知。伊有 reflection 嘅嘛，因為迄個袋咧，唔是講暗嘛，因為有灰嘛，咁冇有灰嘅嘛，所以伊走一間，了伊幫助咯，了我 normally 有陣時學堂嘅迄個袋咧嘅門吼是較會開，唔是冚架了嘅嘛，較關就冇，佢就開嘛，咁冇。In case 講數咧，會開入去，看人去上山嘅嘛，所以伊看到迄最 reflection 哦，伊看到一個查甫，唔是查甫，是咪講穿白？但係徛啲伊門頭前嗰度，你 try to push 伊度，愛接來嘅，了伊時伊應該是愛出來，伊看到，嗰時咪伊門愛開伊門啊，所以伊冚掉伊門乜可以開嗰度，乜係開啊，所以吼伊直直愛擼伊門愛接咯，所以吼伊就伊就講可能唔是白話嘛，伊自家嚟講嘛，所以伊一開迄個門。伊唔知伊手拍起迄個唔知咩啦，我唔敢講啦，是白色嘅衫嘅人嗰是咩啦，唔知是幾啊面。拍伊講特別伊看到伊嘅衫吼頭前是血㗎了嘅咯。看不到頭，所以伊擼伊擼走伊響拍走伊吼咧，伊走咯，了對面嘅班吼，因為對面嘅表頂看到迄個袋咧嚟。你就我學堂中學normally 學堂迄個羅沙站嘅是，伊是黏掉嘅嘛，咁冇？攞嚟 building 黏，用一個羅籠黏掉攞嚟 building 嘅，咧過嚟對面嘅嗬，咧對面班一張嘛，對面班人咁樣看到伊嗬走出來嗬，走出來到咧門呢，到門呢邊㗎，伊是去嗰度。哦。伊是頭未走咧，伊是去啲學校。哦。一個人走出來，去下面咯 ，rescue 伊咯。哦。然後是去，有一個人是去，แล้ว same time 嗬。same time 嗰度，迄我嘅班嘅大波咧，伊就啲樓下幫住本咯。แล้ว伊幫住我，伊入去，你看到一件仔哦，走出來嗰度。一件仔就會走出來咯。了伊心想，做咩有件仔嘅？我係中學嘅嘛。了，即件仔上緊迄種，我未記啦 ，maybe 是4、5歲迄種嘅件仔嚟，14行14歲迄種嘅。走出來，所以伊看者伊。有對片啊，所以伊念經咯。哦。
念經哦，念經啦，伊對那一點點伊無咪講，即係尾迄個囡仔查某嘅事背出來吼，伊甲講。哦，伊對我可以班念念看到字了。本。咧伊甲講 actually same time 伊看到一個囡仔。Maybe he can 愛隨伊嘅囡仔，或者囡仔就佢留定隨伊。我冇幾慘。我做國家長。嚇？咩叫？國家長。係咩叫拖長？我做好多國家長。嚇，講。你再佢，我攞你冇上嘅啦，冇 related 嘅啦。有早我人讀冊嘅時啊，我是住啲 hostel 咯，係啊。แล้ว阿妹時啊，看到啊，上家囡仔安尼走啲，你知 hostel 啊，伊幾若層嘅嘛。แล้ว伊嘅外口嗰邊上家有，伊係 latch 嘅啦，伊就叫咩啊 ？latch。一門窗掉啦，睇下。唔是，迄個棚仔外口啊，你知啊？哦，伊一支嘅，你看你好路交掉嘅。唔是，上家一個，拉你擺出去棚仔，你徛掉外口。我知，要拖出來一地呢，拖出來一地嚇。哎呦，萬日姑，等我去學位 paper boy 一個機頭先來啊！等陣，嗱continue。OK。我有 gift 來哦，不是爽哦。伊 paper boy 係咪？伊 paper boy 來啊？你講咩？這個，哎呦，我看到伊，伊個怎麼看到是加工是別項物件來？John，講同我聽過一道 priest 是係咪話？神父我 explain 聽啊，神是實講你別人講嘅神啊，你知啊？你唔是 father 咩？你是牧師嘛？牧師，上本啊，牧師甲神父本上啦。無上啦，神父是 Catholic 甲有，係啦，是啊 ，priest 啊，是 Christian 甲有嘛 ，priest 啊 ，Catholic 嘅嘛 ，Catholic priest 嘛，是啊，神父咯，你咪是叫神父，牧師是基督教嘅。特別 Protestant 無嘛？神父 ，OK， 神父啊，嘅 explain 呢父是。神父被教會我寫錄我那是冇寫錄，我未記。神父啊 ，explain 聽，神是係你硬講嘅神咯，成日你係 spirit 嘅神啊。父咧，父是成個巴咯嘅意思咯，父神父。神父 ，OK， 神父。成個蘇父，成個蘇父嘅父啊，神父，蘇父嘅神父。是神父梗係做之類嘛，是唔是？神父梗係做呢款。掛鬼，梗係你。搞到關嘅嘛。你迄個還未被做嘅嘛，咁冇迄個。特別日本嘅啦，有咧嘛是個叫照做，是講迄個是神父是特別有，特啲咧是特啲咧 Catholic 嘅，特別有迄個 Vatican approval 你該使做嘅。你未蝦米嘅神父本未做嘅，你特別有 Vatican 啦。你有上個 John 講啦，你特別有蝦米 academic 嘅 background，你特別真係 level headed，真係有。真係 calm，真係。有 science degree， 有 medically qualified 嘅，你看。樣嘅就俾樣特別我讀到嘅啦，樣是特別 rule out 嘢，干了 all the possibility of 你 scientific explanation 啦，介使我啉酒。哎呀，你啉下咪酒？我係酒是最賺開出來。你對哪位女嘅咧？對哪呀？但我看到你房間內頭背來背去是女嚟咧，還是白？伊人外口嘅啦，外口嘅。是咯吧？外口嘅啦，外口嘅。哦，แล้ว嘛是甲你講係你棚啊外口嘅咯，有แล้ว阿妹是啊，有時你看下上個有囡仔走過安尼啊，走來走去安尼。แล้ว囡仔無穿衫啊？哎呀，對喲。佢講嚟，對。30幾年嘅物件了，more than 30 years ago。哦，30幾年嘅事。嚇！你看到是幾歲啊？個已經啊？細漢啊，上個三尺個間呢，細漢啊，你知哦。對喲嚟啦，對喲嚟。你點聲，人講嘛，未曉嘛。哦，你兩個人冇看到，是跟人一人看到呢？只人看到，大人唔講嘅了。
人講啊呢，人講啊呢，我係 sound effects。哦，了，大人要看到誒，有幾若人會看到誒，若是講有時暗暝你無困嘛，你看出去外口啊會看到誒啦。哦，是。唔是我一人看到誒。了人有講入邊捌看伊面對面，伊面安怎毋捌看到？你親身捌看過啦，你親捌看過走過啊？我看過，知物件走過安尼啦，特別我毋知是蝦米來。哦，我毋捌。每是夾夾物件啊？啊，夾夾爾誒，三尺甲夾安尼款爾誒，你巴肚大粒誒啊！喲，如果看到咩？巴肚大粒？會看到誒，because 若是講迄個月苗甲龜啊。你看過對面誒 blog 啊，會看到誒。哦，但係你看，嗰邊有囡仔死無？嗰邊唔知啦，我喺你點先，我諗就囡仔有大波多嘅時，囡仔無夠食嘅時，你看啲 Africa 還是咩啊？囡仔無夠食嘅時，波多大波多嘅。英國中，伊走啲人棚啊，對面第2樓、第3樓啊，抓會走。哦，你是講到啲 window 誒，latch 位。latch 位係走入邊跳呀。哦，多咗嚟啦，多咗嚟。啊，係你點先？係你點先係死咗？我人有捌碰見類啊，我就哋話，伊就喺度講嘢，我人嘅類啊，特別唔知講是唔是啦，是唔是啦唔知。because 無捌看伊面對面嘛，伊前啊遠，伊過了對面嘅 block 咧，安尼。我咧無頭家當人類啦，伊是頭家還，伊是還哪厝呢？伊無一當人厝誒。我這是college 嚟。college 係啊，有杜拜就唔知咩。有蝦米就無知。冇杜拜，乜都杜拜，冇杜拜。冇杜拜哦。冇知有杜拜啦，伊就無知咩。哦。冇杜拜。Because 咁樣未使食杜拜數。係啦，下樓嘅嘛，咁樣。哦，你擺聽過一擺是頂到真久嘅是誒 episode 啦，嚇，maybe 有可能是正老擺聽過，但是伊聽過頂到久嘅 episode 是，伊有一人講伊看到伊到底是啲 chemist 是得落是樣起咧咩叫咩啊 NSA 啊，唔是？係咧，national service 啊，แล้วคือ perkhidmatan kami perkhidmatan nasional 啦 perkhidmatan something national 嚇but anyway 我知啦 national service 伊去 national service 時伊講伊樣看到伊樣即綁大間嘅綁間樣捆綁伊呢嘛，然後看起時伊看起時唔是看到物件啦，叮當背白白誒物件背，咧伊樣嘅嘅人講講，若是你咪行咧，你夾杜巴掉到你名稱，都無來誒。咧伊嘅朋友，你捌聽過？你捌記我即個事情哪裡記？你告訴我。唔是，你講個杜巴掉起來，我甲你講古早啊，我時時就去做工嘅時，我做工啲 East Coast 啊，或啲East Coast 啦，然後我嘅媽有一個老嘅登山來阿嬸啊，你知咧？媽姐嚇，媽姐嚇，然後伊做互我一個物件嚇，然後我問伊講，你是你互我呢物件誒？伊講你夾甲你啦。你若是無夾甲你啊，可能人做光頭，你講安尼款，你知無？咧伊夾，我嘛問伊蝦米物件，伊無講互我聽啦。伊講一個布啊，伊提起來啊，長一塊安尼，你知無？แล้ว我個毋知是蝦米啦，我毋捌開，我毋捌看啦。伊講愛夾甲你若是無人做光頭，แล้ว我笑伊哦，特別我夾起本，我要驚人做光頭，我夾起咯。嚇，แล้ว你夾大地啊，你邊個就大地？細啲，你成個攞一個 jari 安尼。哦，呢。你看呢，較細啊，較細扎呢，安尼扎。你看下，你細啲呀，啦，你個包嘅提起來，我都唔捌開，唔捌看啦。係咪食一包？上個是紅色嘅時候，我唔記得咗，我只嗰時個包提起來啦。一是紅還是白，唔記得啦。然後時就夾起，我都未記得伊去，我剪就大陸都唔知啦。嘛過啊，真只久了，講起來，一個阿三本死去了啦，然後就講起來咯，因為講個公頭啊，咪個了嘛，然後我去嗰邊，我還佫無食肉嘅，我無食豬肉嘅，然後 because 伊人講佫無食豬肉會掉公頭，就是講安尼咯，無你甲食豬肉。哦，你頂下無自家食啥物？你炒米時你無自家食啊？
我細漢嘅時候比較食杜拜，我比較食嘅嚇。แล้ว嘛是隔嚟食咯，我安尼我大下邊厝安尼安弟叫我食嘛食咯。แล้ว就講貴嗰時講迄個地是蝦米來啫？一日都會皮去拍了啊，可以打了啊。แล้ว迄個物件嚟甜啊，物件好啊，夾去。杜皮，我都唔知係咪嚟，叫我夾嘛夾。南邊咧，係杜皮係到啲南邊啲播南邊啦。你個喎？唔知道路呀。即係 I think 係 protect 你回教嘅你，鬼啊！還啊，是啦，係還啊，做光頭。你講 East Coast 是啊，當唔是鬼，你光頭，你光頭，特啲你成蘭丹你全間都係冰室呀。嚇，你但係你講係都嗰啲。都話我想到啊你咯，我想到你講係你。是咯，對，有陣時咧到啲係邊掉啲名稱頭會掉你杜巴，啊是你食杜巴會未？杜巴，白啦係。冇人去買，成日你叉燒呢，燒白誒，食咗佢啦。嚇！食啊！收我人是行沙巴咪哦，直食燒包。特別哦，有陣時伊可能一小熊嘅哦，伊來叉路個咯，伊上來炒路講就食燒白來無，來食燒白來我為你看啊，應該叉路嘅。特別啲山是別使食白接嘅咯就。做咩事咧？有太平嘅哦 ，Maxwell Hill 啊。有攞嘅，我意思講，我嘅人伊無講袂使食杜巴，特別我知人哦，我人是無食杜巴嘅。你人生若是講你食杜巴，你未還掉伊啊？係咯，就是咁講咯。未還掉，會possess 咯嚇。會唔做咯喎？是叫我嚟查咯個字。嗱都講你袂使嘛，因為山是嗱都講嘅嘛。你袂使行入啦，袂使行去山咯。像特登我點解細漢規日行咩小曉嘅時候就講，早起行了，早起去了，中午行食，你看咧下晡行對來學行去命鬼命啦，袂使行杜巴，袂使行會，會使行雞，係咪會使行是杜巴袂使？你講安尼，我想到一道，你在班達格拉出咯，木加黑，你在木加黑。木加黑我知。佢講啊。我係爸有一頂嘅鏡爐，你知哦？伊家己做嘅啊，家己做嘅嚇。家己起啦。家己嚇。了我伊個三甲伊個家己人啦，但佢愛照甲伊迄個鏡爐過出去，迄個木家迄嗰邊啦。了伊有甲人講，若是要去迄邊袂使食杜巴，了家使去，若是講食杜巴袂使去啦。佢條環呀。你人食杜巴了去啊，一道時間去啊，你知伊個迄個鏡爐啊，你看到一堆來啊，賣堆來啊，直大啲咧海嘅位啊，直說一塊呢，反正就。你入邊有人看，伊鏡爐係白掉。冇，有人啦，伊人幾個後生囝大啲迄個鏡爐來面啊。賣堆來嚇，你看到伊食啲迄邊迄個海大啲海嘅位啊，食大啲，你大啲到落巴巷，你徛喺邊看啊？你看回去啊！你看到伊食圓啊，你看直直 turn round and round 你咋？特別因為伊蝦米嘛？伊啲邊格，伊家己啲邊格全部攞嘛。actually 我外口嘅人看我，伊是啲邊格轉一箍爾。特別伊其實是 try。伊啲山迄邊講吼，講伊無相信。鬼遮眼啊，目睭嗬，鬼扎。拿手物件咪甲了嘛？你講了了吼，甲你吼，伊人伊直迄邊甲轉咯。然後我人我人奇怪咯，然後看伊做咩鬼咯，然後佢後愛叫伊咯，攞愛拍互伊叫伊請咯。你 actually 是你拄着啦，講真真啦，本身拄着啦你人莫 keep 莫forward 咯就。backward 行 backward 啦，行 back， 意思講你要登走。意思講你使你行吼，你看，因為伊 normally 吼，你亂講話啦，啲山啦，行一半了，你看，本後你朋友甲你無地啊，你就，你是山路啊，因為我太平洋是山，頂晚先行到行山嘛，我係山路嘛，
所以你別你並且後尾下，你看到你朋友個了胖無，你唔愛行頭前去找伊人嗰度。倒轉去。你倒轉右燈啊，倒轉右燈，你走直頭。邊邊啊，邊邊有走啦，邊邊走，邊邊走就走出來咯。是你去按 forward 啊，向行。佢個胖記。就是迄你為迄邊個行啦，去吹啊，特別出了誒。你愛 backward 直頭 backward 向走呢，唔愛 forward 走，唔愛啲邊個吹嚟吹。聽到，應該聽。我無聽。你使車輪刷，伊無相信，伊嘛車輪刷啦。你胖記啊，那些你胖記，講到時你到底山巴位啊，是大陸啊，你那是學幾集你目睭啊，嚇，你成個胖記是啊，外口嘅人看你是成行一circle呢，直行一circle，所以那是你買胖記是什麼嚇，那是講你去你 botanical garden 邊啊，胖記去，你買胖記是你特別。到冰過來後尾行到啲淡媽都行嘅咯，就 instead of 頭前直行，你對冰到啲行，你對吹到，你會吹到對啊。我係咪行 backwards 啊？ No. Turn around and walk back. You turn around then go back。你來嘅 direction 你用到對係就行到對，你咪用頭前行，你直直哪行哪胖記。我家己就會收。你若是胖記，你就本地就未做嘅款嘅物件了嘛。你若是胖記，你想講你平，你唔是胖記，你想講你朋友㗎了無地㗎了，因為suddenly 你朋友無地㗎了嘅，因為你行咧嗬，你淨看邊啊，你朋友㗎了無地去啊，會安尼講呢？南西伊是你朋友有影無地，若是你看袂到伊人嘅，你看袂到伊人嘅，但係有地啦，有地你邊啦，看到你啦，係看到你。你咪講來叫啊，我看袂到亂。伊人未 Q 路到對啊！伊人未了。但是朋友看你對面個轉來這邊飛。但係你講你個經驗掉係啥物南西？我經驗少嘅是，我行頭前，迄時我落山了，我頂擺幾日去安怎講啊 ？mountain trekking 嘅嘛，有冇？知唔知？白山啊？海景嗰啦。海景啊。So 對時，我頭早起6-7點，我去海景了誒，了下晡 about 3點我若落山咯，因為落較快嘛。去咧得 about 5 hours 到山頂，4 hours 咁啦，了落咧 about 2-3 hours 就到了誒。Then 我落嘅時候，我就因為 before start 我朋友是伊家己來過，伊甲我講誒，我同你講啊，正教哦山哦有一種迄個你火車頭嗰度。哇！在 Centipede 啊！安尼細條爾嘛，我特到看。這到只誒嗬。會加人哦。唔是亞鋼，唔是亞鋼啊。millipede 加人嘅是 millipede。紅色簡直開嘛，咁冇錯。咁我朋友看到嘅是安尼大條嘅嗰個。哦。大條佢即係啲喺山內邊。安尼教嘅啊？安尼教嘅咁，安尼大條。我走頭先咧。伊甲我講我了，迄首教我去行時咧，了我就行頭前，我就教我朋友，因為我是喺個山行嘛，我行頭前，了後尾有3個朋友，我往時間白白嘅海景嘛，即落山嘅時候，你話甲伊講，頂一路係咪看到迄個火車頭啊？安尼大條嘅，你知哦，因為我本來記你我看。我係真的是，當佢當佢驚的。我講安尼真係大條嘅都，我講哦，你一冰過來嘅時候，講你一冰過來呢哦，你我看到我一看到塗骹哦，有一條安尼大條嘅，我一講了呢，你知哦，我一看哦，哇我戇起我個人哦，我驚哦，因為佢哋是扛嘅是貴。即係有經過撻到伊哦，係啊，我跳過嘛，因為我看到嘅時候，我皮膚我拉到伊嗰度，我跳過了，不要緊卡我拉到伊，拉到伊淡薄啦，扣到伊嗬，你跪咧嗬，成家一個盤翻去嗬，伊會鼓攏起來嘛，唔是咩？對，你就係伊會變一個盤去嗬，哎呦！
要嗰呢隻鬼我跳鬼我哋真，我朋友個咧，我朋友唔知係咪數我唔上。上我看到鬼。你諗都冇看頭卡，嗰啲對啦，嗰啲真有跳鬼。嗰啲播唔跳鬼啦，沒有，係咪數？係都可以下堂。我都講嘅，我邊度顧住食啲位變整了。然後佢我去刷嗰啲嗬，我係咪唔係講？有影係我哪講都嚟看到哦。所以人咪使去咱零嘅嗰度。哦，你講，誒，你使講，哎呀，我頭卡係叫做大一大地金。金我唔使哦。金條，哦，Sang Malacca, Pulau Besar ni kan Tio. Malacca 係咪 Pulau Besar 係咩？有一個島嘛，叫做 Pulau Besar Malacca 係邊過去。有一個 island 嚇，叫做 Pulau Besar 啦。伊內邊啊，伊大有房啦。伊房個了嘛，真係大嘅呀，唔是上加拉嚟細細房，伊房啊，係有20尺安尼長嘅。哦。伊macam-macam 嘅房了，你知迄邊嘅人，真係濟人啊，去迄邊點黃嘅啦、白嘅啦、綠色嘅了，調macam-macam 物件邊個了，咱人嘛是 ，before 我人去行嘅時候，迄個 hotel 人甲我人講你去時你袂使食肉，了你袂使亂出講話，你袂使講即邊有鬼哦，即邊有蝦米啊，袂使亂出講話啦。哦。若是你講，講到冇得笑啊！是你講嘢對你對來啦，了嘛是我人嘛是去咯，嘛是甲了一定去行咯，行了有一個甲少年呢嚇，伊真啊坐喙嘅，你知？伊就講，等落有鬼互我看者。了。了我人暗暝嘛對去啊，甲咱去房間困了嘛對。暗暝啊，你知啊，伊去困啊，嘛在早起啊。迄個鬼抱伊出來，下佇外口迄個歡歡嘅位，你知無？困佇外口嘅位啊！哦，誒，我捌聽。sleepwalk 出啦。無啦。誒，好嘅，你講我甲你講你 sleepwalk 嘅啊，我捌講過，但last time 時候捌講過啊，我係cousin。是他咧bakta perguruan 嘅嗰隻，伊last time 係 teachers training 時啊，所以伊嘅一個 friend 是伊兩個 sisters 啊，困到啲伊嘅 room 嘅位，伊嘅查某漢啊查某，伊嘅房伊嘅 sister 度有伊講伊嘅 sister 是在伊嘅younger sister 特別會 sleepwalk 嘅，所以伊嘅即個伊嘅姊呢。到房間嘅門，伊房間是迄個鎖匙來就，伊鎖匙，你都別用鎖匙解開嘅。even though from 南邊呢，伊就鎖啊，伊個 key always 係到啲伊頭殼會底尖頭嘅位 ，because 伊驚 sister sleepwalk 出去外口啦。有一日早起嘅時，伊 check 起來 sister 冇去喎，了伊走去要出去外口看，伊 sister 有，伊門 lock 掉，伊去伊個 below 會底伊個。伊 still 有伊個機個喎，伊個每個鎖掉個，伊超級。你窗仔冚。窗仔開去，伊超級窗仔伊看，伊就啲樓卡了。伊就啲咧托卡咧擘得咧，唔知第三樓啲托卡係困了哦。特別無事一件啊。伊跳落啊。唔知 maybe 是白路還是 something 啊？伊白路，伊白路，無就啲白路。三樓成個事。他們自己咯跳落去。特別冇事跳，冇個伯行冇困到啲托卡位呢。哇！第三樓真係關了啊！真係關起啊！第三樓是差不多即係幾潮啊？maybe 白落去啊，是 something 唔知啦。就人講是鬼，拖落去啊。冇啦，伊係白落啦。你 sleepwalk 嘅時你會做下面？下面咪叫乜嚟啊？你車是做下面，你困嘅時本嚟做下面嘅想象。我last time 嘅時，我 sleepwalk 嘅時，我去開我爸講，伊甲我講，我爸對我 last time 有一班有一站嘅時，我本有 sleepwalk 嗰陣，然後我走去我爸
嘛會房間位啊，我甲因講我毋知要落去食物件啥物，我行落去樓骹。我行落去樓骹，我甲我爸講我要出了，我講甲我爸 carry on conversation，我未記啊啦。我爸講我係甲伊講話，伊講伊去，講我要出了，我開成都，然後行入成都，我講我要走啊，拜拜。有個人啊，有起來，伊 sleepwalk 時起來，แล้ว伊想講伊入人經嘅就冇，แล้ว第時入賭啊，แล้ว去幫助去賭。sorry 啊，我小弟是放啲我買邊啊。我小弟，我而家過咗一半。你咁冇叫啊？我去學時啊，我去 boarding school 啲英國時啊，我係較老甲我一年，特別我係中國誒較少。我係中國一年啦，有一個囡仔 sleepwalk 嘅，所以我係哥啊，我係 middle 嘅哥，我係中嘅哥，伊做伊嘅 prefect 咯，所以伊就要過伊嘅群位有差不多25、30嘅囡仔，伊就要過啦。然後一個囡仔 sleepwalk 嘅時啊，伊真係歹勢快啊！我講，伊去。伊看到伊行，伊 give me 手啊，看伊出去伊個 football， 伊個 ball 嘅波，然後伊看伊去伊個 goal 邊啊，然後伊做互伊倒去邊啊，然後伊隻去時起來隻抄波啊，伊抄波行。伊會記時伊困去門床，伊起來時隻抄波，真正無好啊！因為做互伊個蝦米頭殼哦，蝦米病做伊個無好事嘅。掉 shot 去啊！未 connect， 就未掉去。係啦。我咪講我不知道講，其實我不知道講嘅是係你半困半車嘅時迄個唔知攞乜經驗過，迄個你 explain scientifically 會 explain maybe， 所以你半困半車嘅時，有 medical name 嘅，你會看到物件，你會聽到物件。你若是要差不多要困嘅時候，你等下我 gotta get this right。你要差不多要困嘅時候，你無眠嘅時候，你若是聽到 hallucinate 物件，看到物件。Medically 是叫 hypnagogic hallucination。你若是差不多要醒，你困嘅時候，你啲寒邊或者咩，你差不多要醒嘅時候，你若是聽到看到物件，係你是 hypnopompic hallucination。哦，冇想嘅呢，是 into 個 out from 啦，冇想。因為你困嘅時候有兩款嘅困。sleep state。有一個款嘅困啊，真正深嘅困。你深嘅困是互你嘅身軀保。你身軀保嘅時候，你無被傷到半行，你被寒邊，你被叮當，你嘅頭殼啊 ，effectively 是 disconnected。坑去。袂怪啦，你若是有，你會真正深嘅困咧，人若是做你車啊，你唔知半行嘅啊，你袂叮當啊 ，for a few seconds 你袂叮當，你袂做半行嘅，哦，你 slowly reconnect，slowly reconnect，了你嘅身軀若是有夠迄個真正深嘅困嘅時啊，你甲伊個你嘅面啊。起淡薄，了你個會下面啊，你個會聲，你個，然後下咧點聲時，你個會叮當，你會 brain 個接落去，你會身軀個一道。但係先學幾大咧 feeling 是唔是你真正淺嘅困？然後你扯起來是你 in the middle，你 from 你淺未起係淺嘅是一半了。對，你我聽到有人講啊，伊人扯起來時，伊扯起來是成個未叮當嘅咧，成個 paralysis 咧，然後有人講。伊拉薩成個有人借啲伊嘅身軀，佢哋是安尼嘅事啦。
哦，因為我講條我知道嘅事就是是 right 一成個 before 你請嘅時係隻感覺，你成個 conscious 呢就你 feel 到成個environment 成個正就你 already 請嘅時，我知道看到我講嘅事啊，我講事啊嘛，然後是有一年是 Christmas 嘅時，到對來，唔是到對來啊，我呢度啲我白，我未請嘅時啊，一接來我係房間位，然後我看到伊想我房間真正成個我 conscious 嘅房間想，我看到伊入來我房間，然後我講我甲伊講 Merry Christmas， 我帶伊嘅手去捶我媽，意思我媽嘅爸來嘛，咁我一拖伊手就要去我媽房間就開起來時，我就請起來啊是，所以我甲我媽講阿公來捶人，安尼好啦，你冇計拖字，大人講我唔啊，無啦我冇想到。我為 lottery first prize， 我冇笑到，我只會笑。我 John 我本是有安尼款嘅經驗。我朋友死嘅時，伊阿未死是伊真係破病啊。然後我啲個伊啊，然後伊困阿命嘅時啊，有到伊會叫我來到帶伊去幫助啊，是蝦米啦？然後伊死嘅時啊。較加個一年本啊，我請起來，我會聽到伊叫我呀。哦，輕叫我請起來，我爬起來去房間去找伊啊。哦，你看到伊哦？真正正呀！你maybe 是鬼來咧 ，maybe 是伊叫你來咧。哦，天講。OK， 到底嚟啊？應該點？但係你講一半，so。你講應該點我定起啊？我是講了講，頂擺我30歲嘛達到。嚇！哎呦，英文對唔啦 ？Maybe 是 Google Hangout 嘅 server 比較細主要。唔知你點點對嘅？哈，今日只冇好事。嗱晒嚟啊！嚟啊！但係等下應該點嘅？咪講 interesting 我一半就係去。嚟啦！應該點 continue 你講咪？頭先你講，所以你講真正正伊房間請起來啊，應該點？所以是安尼款啦，你未 distinguish 你起來你無條啲成個伊成個叫你請 from 伊成個聽到伊嘅聲叫你呢。So 我有會到我爬起來我去房間啊 ，because 係你點上伊破病了，人無困至上房間了。because 伊成個無未困，我未困啊，所以我特別困了，早起時我特別去做工嘛，所以我困去別個房間啊，所以了伊死嘅時我 continue 困喺別個房間了啦，了我聽到伊。叫嘅時候，我有起來啊，我去找伊啊，了5 minutes 10 minutes 我成個 realize 啊，無啦，伊就是啦。那是講你有相信鬼嘅，你有已經就是想講是伊叫你啊咯，伊我就淡仔講了，老實講，若是正是伊叫我就真正歡喜了嘛。maybe 是咧。你咪當時啊！你咪當對事咯。你冇叫男仔看，你是唔是？你是唔是啊？我有收 experience 是，我會驚，我唔講過哦，我會驚滿鬼誒。哦，實在是白啦，你講下，等，before 你講，即係我會問到對即個英國中嘅，所以英國中你有感覺到。你有袂去 accept 想講，即有影就是伊來，maybe 會來，互你知互一 sign，互你知講伊 still exist or something in a different form 我都會想呢。你 of course 我袂啦，特別我你 scientific mind 係啦，我知是唔是安尼款。你會 rasa 是袂安尼款，特別你會頭殼會家己想，你會家己想好好，你就知就無可能。你幾刀伊做亂嘅啊？英國中伊叫你幾刀？
真正知道，真正知道。Maybe 你 accept 伊哦，伊個可以咁咪呢無啦，我都冇，伊都冇插亂嘛。？No，你唔是咪插亂？你實在你成日特別 embrace，成日我聽咗一個listener 啊，阿妹，伊講伊爸真正細漢嘅時候，你死啊，所以伊風險大漢時一班嘅時。我聽到即係，我聽講伊講伊成日伊爸特別伊來邊啊，然後呢伊甲伊爸講話。成日伊被攬面啊！哈，所以伊講伊。啊，你是。psychological 你若是見物件上濟啊，你安尼款嘅物件會 happen 對哈。So anyway，你 scientifically 買啊，但是講你愛你成個 surrender 講 OK，即是 maybe 是嚟嚇，so that 你 feel 到，特別你 feel 到，但是你安尼款做嚟講，你變做被。accept 呢個 reality， 你變做成個 prolong 你嘅 grieving， 你被綁落啊？會有人？我若是 accept 啊，無 accept 我都無拉曬嘢做下咪咪。No，我唔是講唔是做拉沙，是無拉沙，就是你個 acknowledge 講嚇，伊嘅 spirit 或伊 existence still 到底你嘅 surrounding。我心肝都未拉曬，你看我哪會 accept？because 係 scientific 嘅事啊。不行啦，你冇咪 accept。我起來時我去幫助呢，我去困呢。半暝啊，半暝叫你啊，唔是早起啦。我都知我家己咪是安尼款嘅。我好你一個 example 啦。我去做training 嘅時，我個囡仔嘅時做 pediatrics 嘅時，真正 stressful 咧，就無人破病時啊。夠 stressful 了，特別那是囡仔接來，真正破病，真正差不多要死嘅時啊，真正 stressful 咧，你有伊個馬甲家條病啊，真正條病真正 stressful，伊人家了袂你做可以會驚嘅事啊，真正 stressful。有一道啊，我哋做工啲伊個 emergency room 嘅時啊，一個囡仔啊。伊個媽有 epilepsy 啊，嚇！伊個媽有 epilepsy，了伊啲掌握互伊個囝，伊掌握互伊囝，伊巴如甲開伊個嘴爾，嘴轉啊！了伊個嘴轉，伊阿未開伊個冷嘴爾，伊開伊個嘴爾，伊掉伊 epilepsy。了。伊個 baby 拔倒起來，有就疼。所以拔 baby 流啲伊面盆啊，伊個嘴啲出啊，疼伊個 baby 啊，伊個 baby 規身軀就疼，流即位呢。無疼，所即位呢白。The rest 㗎啦。伊個 baby 伊個是 rest 㗎了，紅上加。像個 tomato 呢？像個 tomato。Oh my god！了你被人都被 give me a baby 啊！伊聽呀！伊個胚露出來。Oh my god！了伊個媽，佢哋點先接來是伊個媽都挖起來了啊！伊個媽扯起來啊！伊個媽 hysterical 去啊！我唔知話是就伊被伊。氣消氣咧，真係氣消氣！你講 my baby save my baby save， 然後一啲徛喺你後邊，你都要做工啲 baby， 你要下一個，要 cannulate 伊個 vein 啊，你要可以扶佢走。我手啊直轉啊，一啲喺後邊，然後佢哋 experience 佢哋嘅經驗啊，我係教家見阿節啊，成個長會嘅嚟看。Oh my god！了，安尼這道啊，佢哋是我嘅朋友，未試過，伊對甲我去，了有伊對甲我去，來馬來亞嘅時啊，人去，人帶去檳榔 club 啊，人帶去上房間啊，伊講啊。咩事？我講啊，我講，伊會聽到我講啊 ，Get that woman out of here. I can't work with her screaming.
哦，是啦，stress 過啦，still 掉咯，haunt 咯。所以我是安尼款的啦，我是有 stress 的啊。我頭家會掉linger 了伊會到。掉，未成個伊未出了嘅啊。哦。但年就真正濟年我本來會去啊。哦，是安尼款的啦。特別是啊，特別就是看下好腦，即係成個你腦 imprint 到你 brain 嚟啊，你未成講 clear 成 delete 去嘛。是唔是因為安尼都做住？我聽到我嘅朋友叫我嗰時啊，還是上加我嘅把你經驗㗎了。哦。所以我無煩惱啊。這是我是安尼款嘅。誒，我介想俾覺得誒，或者你或者你對去 England 嘅時候，你咧隨住帶我俾叫你嚟 online 嘅我講。好啊，你叫啊。because I always 我被就 intrigue and 我被知咪嘅是about death 之類啊，成個你 because 我這幾年我被 try to 被講 because death 係真正taboo 嘅 topic 有啲冇咩人嚟講嘅啊。唔是好啊。So that's why 如果是 doctor 嚇，and then 如果 personally experience 過嚇，所以你會explain，或者讓你聽 online podcast 時嘅，我叫你講用 English 講。我打日我想死嘅物件。嚇。死嘅經驗死人死啦，係咪我死啦？然後我親戚死啦，係咪我打日。我在想你自己死嘅呢？我自己想死要安怎款啊？死啲門窗啊，死啲大隻看人落地啊，死咩？誒 ，OK，或者你對佢嘅事，我俾叫你嚟教人講下。你 experience 好，你嗱個即個事情佬無講到事情佬咧點？冇啦，我冇咩鬼故事啦。你後尾咧？你後尾唔是啊？看到鬼條，唔是另外一邊。上線咯，你上線咯。你上線鬼哦？Actually 我唔知點樣去 define 這啦，這鬼這個字啊。你是成日玩呢？你都看到啊，你都唔知到底這是唔是？我看到，我成日我係看到這物件，姑娘，但我目睭有買呢，成日影到，特別我會explain 講啥物物件，我成日我說maybe 是我目鏡伊光嘅啥物，然後 reflective，我無說我頭去笑咗鬼 ，even 我真係驚看鬼啊，特別伊袂互你看到真正嘅啦，並 unless 是南西。unless 是南西unless 是南西，你著南西目睭就會咯。我把你弟弟看喺厝外口這邊㗎。我看到。冇嘛。南西俾梅路嗬。啱㗎了咯，講埋這直頭。水啊你去？南西那是講啊七月有較濟鬼啊嚇，南西。七月啊，我今年七月看咗一個。伊講啊。安尼款是有影七月放鬼出來啊。清明嗰隻啊，喂，清明。哦。我每日都成日去幫，你去幫嘅時，你會看到這隻哦。幫冇喎。幫 because 是鬼嘅啦，走去別位啊。幫是人 resting place 係冇出來嘅啦。有啊。有啲面㗎，有八啲嘅嘛。嚇！伊隻特啲幫嚇，對啊，特啲咧，你媽姐啊。30萬有八啲嘅喎，呢邊㗎。有咩？我聽過人講啊，我唔代表冇啦。正當我係媽係幫啊，我人做嘅媽係幫嗰時係你白色嘅照，你就有種興嘅一啲是白色嘅把တူ，然後呢，把真隻白嘅啦，玻璃真隻白，然後我咪係入邊，然後我係 because 有貴嘛，新鮮嘅事。伊人嚟頭剃去你就頭剃把肚去，就一照咯。所以我人就去到，但把鬼俾看伊有頭剃你就，我講我叫我 cousin 伊頭毛長，講伊做麥特布魯安尼，伊做頭毛就長咧。我講我咪叫伊阿妹啊，知道啲喺度幫嘅嗬，幫辣住一四頭毛，你一看人嚟頭剃，你看人麥當唔敢嚟頭剃，你把肚啊都成個鬼嘅嘛。叫佢唔加錢啦。你告訴我，嗰邊間一個鬼告訴佢咗咯，是唔是？係咯，嗰隻你嗰隻先。對，嗰隻傳咗咯。
maybe 嚟邊啲學嘅講。是啲，你媽是啲 Western Road Cemetery。嚇，對 Western Road。上個我係講嘅媽啦，啲 Western Road Cemetery。哦。但是我係媽前日我呢，你只接過一橋啊，誒，加工嘅。我扛者。加工。我扛我五月者。嚇，伊個藤，伊個一個，伊嘛是一個成個一壓呢，伊一藤出頂咧，很個貴事啊，伊嘛是貴只橋咯，係啊，貴就浪高，橋只江啊上面，你貴嘅是我媽係是 immediately on the right hand side 啊，我係係骨灰嘅位啊。係咪？加州餅是 Protestant 嚟嘛？哎呀，頂頭嘅是成個是無位啊，是特別貴氣啊邊。特別貴氣嘅加州餅。嚇。我講嘅媽是伊啊，阿莫花灰嘅餅。哦，所以佢頂面啊。你就被接㗎接。佢咧撞領嘅後雕啊邊啊。撞領後雕，係我有家己兩道下邊本，但我講是 left side 嘅。but then 我有一個我嚟講是到啲伊是日本啊拍戰嘅是並拍死嘅啦。哎呀，所以到真正佢我尋日知特別我其實唔驚，gory 啊！我聽人講，人隨住我講嘅時，我講嘅abdomen 有一個坑嘅。哎呦！有可能炸。But anyway，伊到底伊擺到底迄個not Western Road 另外一個名，到底我 Sunrise 入邊嘅。Northern Road。Northern Road 咧啊。喺到底喺邊？Kalawai Road，yes。Kalawai Road。我講到底 Kalawai Road，but everybody else 講是到底 Western Road。你在 Western Road 對面咧，一間獨特間嘅厝，人講有幾個？我知，喺呢是 Brown Road 嚟嘛？嚇 ，Brown Road 邊樣咯對。Brown Road 邊。Corner 呀。嚇。我講過一道嘢 Western Road Cemetery 啊，我講過一個 connection 啊，我朋友 Anthony 啊，伊World War II 是伊 regiment 啲應該是Rifle Brigade 啦，伊人小拍啲D-Day plus 7伊去法國了，小拍搞個敵國，了小拍了嘅時啊，伊個了伊嘅 regiment 啊 ，post 嚟去馬來亞，你知冇？哦。特別伊無，我朋友無啦，伊帶去敵國，伊嘅 Berlin Airlift，伊去到過啲 Berlin Airlift，特別個了伊嘅朋友個了去馬來亞，特別去馬來亞是 emergency 嘛，伊嘅communist 係點先？較濟伊嘅朋友個了死咯，知無？了伊人死啊，伊人 bury 去伊嘅即係 Western Road Cemetery 啦。所以伊地頭先會到伊來嘅話，去馬來亞時人我帶伊去 Western Road Cemetery 啊，伊去找。伊看伊 friend。伊找個咧朋友。到底伊有一個 special 嘅位啊。你 jeep 去時啊，你按 jeep 時，你邊看伊一個班，伊嘅將軍兵，有一個班個了伊嘅名個了，你看啦 ，Rifle Brigade，the Royal Green Jackets。個了是伊朋友個了。有一個啊，嗰啲Canada 嘅位，你捌聽過有一個 German cemetery 啲入邊英國啲。我唔知啊，有 German 嘅啊，德國嘅啊。德國嘅 cemetery 啊，伊落邊啊，伊一個 cemetery 有for 一邊嘅人啊，嗰一個是干那德國嘅人啊。了啊，真啊，只二哩都行一去啊，迄個 cemetery 啊，一隻鳥本聽袂到伊聲，了一個 butterfly 都無嘅咋，一個尾翼都無，鳥都無，open space 啊，是 covered up，無 open 嘅，了特別真啊掂，上加有影上加死安尼款無聲嘅呀，真啊奇怪嘅啊。德國嘅 cemetery 是幾多咯？Canada。你嚟 Canada 嗰度啊，但係Midlands 嗰位，你去 Stafford 嗰邊 ，Staffordshire。你講是英國啲啲邊咧？英國，我講英國。英國 ，sorry 冇聽到。
我講啲英國嘅話，你話只一路行過去，一攞嚟 cemetery ground 啊 ，side by side 啦，邊啊，但邊啊，如果是行出來啊，你過去嗰一個 cemetery 啊，有鳥有尾呀，有蝦米個了嘅呀，嚇你一個 German 嘅，唔知咩事。嚇你 German 嘅啊，一隻鳥嘅聲都聽袂到，然後我可能聽人風嘅聲爾，只吉利嘅你知哦。嗯。誒，諗起7點半正一個50 megabyte 個別 download 啦，諗起琴日小打。OK，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啊，咱嘅幾 episode 是啊播出特聲是正人，特別後尾看到。แล้วก็เราเจ้านำใส่แล้วแล้ว唔是頭一擺啦，擺嚟佢講佢幾個數誒，英國當聽到是王講小姑誒是，喂，咱還未了過啊，是知道是。because 是特啲語言讀嘅時候，所以嚟講講幾個數，誒，即係借咗幾家己幾個數本，一聽人講幾個數，成日你個另外朋友就記了，咁就幾嘅，แล้วก็อาจารย์講咯咁時啊，แล้ว你禮拜เราอีก幾多對嚟聽，เป็นแนว學嘅新嘅節目แล้ว嚇，到時咱個嚟拍個鬼，咁時各位聽眾收聽，禮拜再見，拜拜。誒，我未記，我未，唔係講了聲，啊，拜拜，拜拜。